因为我靠你，予我在天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求你的名，时常谨心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有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心中那样摆在你面前，这做你欢喜的祭。在诗篇141篇第2节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当我们来到神的面殿当中的时候，我们来唱歌敬拜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圣所当中，跟神说：主，我在这里，我要与你亲近。主，我在这里，我愿意将这段时间独独的跟你在一起。所以呢，当我们要唱歌赞美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他听见了，你也听见，你也会在这个时刻听见神爱的声音。或许你不会唱，但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学，我们一起来开口赞美神，让主听见我们的声音。我听见你听痛的声，因为我靠你，予我在天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求你的名，时常谨心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有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知道那样摆在你面前，这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心所有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样摆在你面前，这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心所有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样摆在你面前，这做你欢喜的祭，这做你欢喜的祭。诗篇143篇第8节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为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在这个早晨，
当我们愿意分别为圣，在圣所的时候，神应许我们，他听我们的声音；神应许我们，他听我们的祷告。他知道你的心事，他知道你的现况，他知道你流泪，他知道你伤心，他知道你在黑暗里面。但是你要有光，神他是光，他是真理，他是道路，他是生命。我们在这里就是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在这里就是因着他的慈爱。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的，因你丰盛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的，因你丰盛恩典。所以主，我只能感谢你。感谢耶稣，耶稣，耶稣，感谢耶稣，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诗篇33篇18节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当我们仰望他，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们只能单单的来献上我们感谢的祭，我们单单的跟神说：主，我有什么可以给你？没有，但我可以把这段时间献给你。就在这段时间，你可以跟神倾心吐意，你可以跟神说：主，我就在这里，我也相信你也在这里。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的，因你丰盛恩典。再次跟神说：主，我在这。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的，因你丰盛恩典。感谢耶稣，耶稣，耶稣，感谢耶稣，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赞美你直到永远。感谢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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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耶稣，只因着你恩典，使我能为你活，我在
弟兄姐妹先请坐。我们在这首歌里面，我们要来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透过这首诗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主啊，我的心，我的灵要等候你，因为你是我的牧者，因为你是我的主宰，我的生命气息来自于你。但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你也应许我们说：我是你永远的石磐，我是你永远坚固的磐石，你也是我永远的避难所。因为有你的引导，有你牵着我们，我们就不用害怕；有你牵着我们，我们可以勇敢地向前走。我们要用这首歌来跟神祷告。我的心安静在你面前，我的灵定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在你面前，我的灵定候听你的声，我的牧者，我心所听，放我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掌舵，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靠我，你永远袂放下我，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箴言15章30节说：眼要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神是光，当你的眼中有光的时候，当你的心里有光的时候，你的心就欢喜，你的心就快乐，你就可以安然居住。当你喜好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骨枯干的骨就要被得到滋润。当你喜爱来亲近神，来跟神祷告，来读经，来到圣所里面跟神说：主，我在这里，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我相信你，我就什么都不用怕，我可以继续的往前走。我不晓得你的困难是什么，但你要永远相信神知道你的困难是什么。你要相信神要引你走每一步路，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跟神说话。我的心安静在你面前，我的灵定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在你面前，我的灵定候听你的声，我的牧者，我心所听，放我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掌舵，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是永远的掌舵，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你永远袂放下我，永远一生，予
你是的上帝，你是有我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能行。你的手紧紧靠我，令我一生和你的情意底下。亲爱的八父神，主，我们将我们的敬拜献在你的面前，愿你的悦纳，愿你喜悦我们来唱歌敬拜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将以下的时间要完全的摆上在你的面前。主，透过牧师的口，透过我们的诗歌，透过神，孩子相信，在这个时候，主你的灵就运行，自由运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主，你透过话语，你透过诗歌，你透过神你自己，你就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开口，使我们的一生来成就神你美好的旨意，使我们的一生走在神你的计划当中，无论不偏向左，不偏向右，就走在神你的旨意里面。谢谢主，孩子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孩子将一切的敬拜，将一切的祷告都摆列在你的面前，如馨香之祭，讨你的喜悦。谢谢主，当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大家起立，咱做伙来读《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上帝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得来岛林内受苦。定是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启应文第62篇，腓立比书第2章。启应文伫圣诗的后面1113页。咱三角来启应。既然你家己基督结连有得到结力。既然你甲圣神有交谊，恁有相款的心志，和蔼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恁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
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咱做三角来祈祷，守住恩典甲慈爱的天父，受你拣选受恩典的正经儿，为你咧施恩宝座前，同心合意来敬拜你。阮要感谢你过去对阮的看顾甲保守，互阮伫患难中悠然安然行过。你是阮的上帝。阮过去所行的，求主你监察甲提醒，互阮愈活愈亲像你。阮所讲的话、所行的，若有得罪上帝，也是得罪人的，恳求你赦免阮，而遮来警醒甲悔改，求主洗清阮，互阮用圣洁的生命来敬拜你。今仔日，阮有兄弟出外参加耶和华礼拜，求你保守看顾，互因出入拢会当平安。也互教会吴牧师今仔日敬道所分享的兄弟拢听有感动，合主你心意。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圣经创世纪第4章第1节到16节，我来读。迄个人甲伊的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该恩，讲：我对上主的帮赞得到后生。后来夏娃阁生该恩的小弟阿伯，阿伯是各样的，该恩是做事的。过一段时间，该恩摕一寡土地出产献予上主。阿伯嘛将羊群中头上生阁肥的羊献予上主。上主喜爱阿伯甲伊的礼物。毋过无合意该恩伊的礼物，该恩就生气变面。上主对该恩讲：“你是咧生气啥物？你怎样变面？你若惊得正，敢袂得到接纳？若无做你门口等等你，伊要控制你。”你就甲伊制服。该阮对伊的小弟阿伯讲：“咱来去野地。伫野地时，该阮攻击伊的小弟，甲伊杀死。上帝对该阮讲：你小弟阿伯伫倒位？伊讲：我毋知。我敢着固守我的小弟的人。上主讲：你哪会做这款代志？恁小弟的火对地里对我嗷叫。你杀死小弟，地开喙接受伊的火，但你对土地受咒诅。你正做袂当都得到修行，你嘛伫地上流离失所。该阮对上帝讲：我的刑罚伤重，我担当袂起。你今仔日赶我离开这个地，袂当搁见你的面。我四界漂流，拄着我的要甲我杀死。上主对伊讲：既然安尼，杀死该阮的会受7倍的报应。上主有着甲该阮做一个记号。才免得着伊的人，甲伊杀死。该阮就离开上主，去住伫伊甸东边罗德的地区。以上，正道，请吴牧师，伊的题目是：你的兄弟伫倒里？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咱教会有将近差不多100位的兄弟姊妹伫外口咧进行耶和华礼拜。咱中间嘛有真大部分的人顶礼拜有的人就外出去耶和华礼拜。耶和华礼拜即种形式是对什么时阵开始的？伫中央教会内底，可能是真久长的即个传统，因为加尔文就捌安尼讲，大自然就是上帝的圣殿，所以真有可能即种想法，还是即种看法，真有可能就伫加尔文的时代就开始。换一句话来讲，这也是中央教会真久长的传统。伫这个传统内底，咱透过去到野外，真正感受到，真正这个大自然是上帝的圣殿。不过近代神学家佫换一个角度来想这样代志，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咱爱下记一咯，咱爱下记一，去大自然是不只是上帝的圣殿，也是咱的圣殿。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大自然不只是上帝爱负责了，咱当爱负责，咱嘛爱负责。所以爱会记住每一遍当咱行出去到这个大自然去亲近这个大自然的时阵，咱看到这个，咱爱知影，咱甲伊其实有真深的关系。愿上帝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所以咱嘛知影，其实咱边仔的兄弟姊妹，其实拢甲咱有关系。伊毋知是安怎，就会真自然就坐伫遮，坐伫咱身躯边，所以咱就有这个责任，大家讲真欢喜你甲我坐做伙，真欢喜咱做伙做礼拜，好无？即是请你你边仔的人，头前的人，后壁的人，讲真欢喜。这就是咱的责任啦。来到教会吼，毋通一个人孤单吼，至少爱甲人拍招呼、三借问、三结连，这就是咱来到教会上要紧的任务。请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互阮会当做伙自执，求上帝帮助，互阮真正伫你所赏赐的教会、所赏赐的家庭、所赏赐的兄弟姊妹中间，帮助阮，互阮认得出，伊是阮的所听的。上时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不只认出来，也会当去听伊。透过安尼，有上帝你的听伫阮中间，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创世纪第3章，上帝伫人违背命令的时阵，伊问讲：你伫倒位？换一句话来讲，这是一个属于个人的问题。这是属于一个个人的问题。有时阵，咱爱亲像大拄仔的敬拜团带咱所吟的第2条歌讲，咱会当安尼应讲：主，我伫遮。咱大拄仔的敬拜团其实带咱吟的第2条歌就是安尼：主，你咧叫我，你伫倒位对无？咱会当来应讲我伫遮，要听你找寻我。总是伫第4章，创世纪第4章，伊刷落去问人讲：你的兄弟伫倒位啊？这就对一个个人的问题延伸到一个社群或是社会的赞助。伫希伯来文原文内底，兄弟就是有共同的老爸的意思，所以现代中文译本才会翻译做兄弟姊妹，因为迄个兄弟既然是共同的老爸，那安尼到可能一个家庭只有生查甫的，无生查某的，拢有嘛，对无？所以迄个是一个包括的用词，不只是咧指查甫的，嘛咧指查某的。
所以兄弟姊妹，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就是社群上基本的单位。这个问题其实通讲，甲耶稣伫路加福音第10章36节到37节所问的迄个问题有真类似的所在。主耶稣伫迄个所在要讲好的撒玛利亚人进前，有人来问讲，有人伊透过这个故事，其实是要应答一个问题。迄个问题叫做：什么人是咱的厝边？所以，什么人是咱的厝边？某一个部分嘛会当想讲，什么人是咱的兄弟姊妹？咱若伫别人的身躯顶头看到家己的责任，那安尼，伊就是咱的兄弟姊妹。创世纪，这就是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社群存在的意义。创世纪对上帝的祝福开始。伊创造了，伊讲好，然后祝福。总是对亚当夏娃开始，亲像做进入人的心内底，亲像着不断坠落。夏娃怨倒上帝，想要亲像上帝安尼共款。人的罪就安尼来生出来，然后到下一代，该怨倒亚伯，罪到这时不止破坏人甲上帝关系，罪到这时嘛破坏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兄弟既然会相杀，甚至到死亡。可见这个罪的威力有偌大，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若讲咱读到创世纪第3章，是咧讲罪互人坠落，到第4章就进一步咧对咱讲，罪要进入家庭，互家庭破碎，兄弟三台三冤。创世纪第4章第1节到第2节 ，A 段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咱做伙来读来。迄个人甲伊的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该允，讲我对上主的帮赞得到一个后生。后来夏娃阁生该允的小弟亚伯。第4章用一个新生命的出世。来做开始，这互人虽然互上帝赶出埃甸，甲上帝隔绝了后，迄款的失落，来得到一寡填补，新的生命来，互整个的家庭得到福气。这是这个家真重大、上是美好的事件。该阮原文的意思叫做得到。夏娃检采因为生囝有一点仔骄傲，总是伊知只有上帝才会当互伊参与这个得到生命的历程。亚伯原文的意思是一口气，就是空虚的意思。创世纪第4章第2节尾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亚伯是雇羊的，该允是做事的。两个人大汉了后，就雇羊甲做事。这是古代近东地区真时常看见的生活形态。经文内底其实并无评论做事甲雇羊这个职业。什么会是好，什么会是歹？经文圣经其实并无评论。创世纪第4章第3节到第5节的 A 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过一段时间，该阮摕一寡土地的出产献予上主。亚伯嘛将羊群中头上生佮肥的羊献予上主。
上主意爱亚伯甲伊的礼物，毋过无介意该阮甲伊的礼物。咱来知影，这是创世纪内底圣经内底头一遍出现人的献祭。人是安怎要献祭给上帝呢？是为着要甲上帝维持关系。我阁讲一遍吼，这其实甲礼拜同款。古早的人透过献祭，现在的人其实是透过礼拜，来帮助咱维持甲上帝关系。因为既然人已经被赶出爱甸园，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人透过献祭要甲上帝保持关系。该阮甲亚伯，阁将因拍拼做事所得到的来献给上帝。咱来知影，古代近东家族拢有每一个家族拢有祭司。这个祭司家族的祭司是大囝继承的权利。大囝来成年进前，老爸担任祭司。成年了后，大囝就成做家族的祭司。这其实甲台湾嘛有点点啊类似。咱若出世伫咱讲拜拜的家庭内底，特别是有迄个新主牌啊。迄个新主牌啊，其实拢是厝内底大囝所继承的，所以其实是类似。这古代近东的这个传统也类似安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若讲坦白的，照讲只有该阮才需要献祭，亚伯并无需要。因为什么话？该阮是厝内底大囝对无？所以是该阮才需要献祭哦，亚伯并无需要。总是咱去读到两个人拢献祭，咱来知影古早文字的记载真无简单。咱若照希伯来文学的写法，作者伫遮确实凸显出相对该阮的献祭，亚伯献祭的品质甲数量拢较好。总是嘛有神学家安尼认为，因所献的祭，经文拢称作 mitzvah， 这伫利未记第2章，也称作素祭。咱若读利未记第2章，会读到一个字，一个祭叫做素祭。这个素祭原文的意思就是献礼物，所以咱献上帝，所以这个近代的台语译本较准，献礼物上帝，那对上帝来讲，就是献祭、献礼物的意思。总是那对政治顶头，这当之迄个附庸的国家宗主国来献贡品，这嘛是献礼物呢，就是人来表示敬意。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嘛有神学家认为，要紧的毋是该阮甲亚伯因献祭的内容，因献偌济，其实多甲少拢不要紧，因为献上的既然是礼物，只要诚心献肉、献这个作物拢适合，多甲少，上帝应该拢感纳才对啊。总是安怎，咱会读到？伫遮上帝竟然无接纳该阮的礼物呢？结果上帝无接纳了后，煞拄到下面这个反应。创世纪第4章第5节，尾段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该阮就真受气，变面。这个受气，该阮是对上。咱想看没有吼？该阮这个受气是对上，应该是对上帝。总是另外一个受气，是毋是哪有对伊的小弟？有哦，可能有哦。
伊怨妒伊的小弟哦，是安那上帝接纳伊，无接纳我？咱来知影圣经对一个开始，圣经对一个开始，就亲像上帝，就亲像有点仔偏心。伊搁若特别偏心疼小弟，特别偏心疼遐个弱势者，甚至特别偏心疼以色列人，就亲像摩西对以色列人安尼讲。上帝疼恁、敬恁，毋是因为恁的人也比别族较侪，其实恁的人也是万族中上少的。总是伫遮，上帝是有理由的，因为伊看见啥物货，伊看见并且知影该阮献祭的时阵的心态，上时是当伊所献的，无互人看中、看到，无互人接纳的时阵的心思。所以创世纪第4章第6节线落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对该阮讲：你是在受气什么？你是安怎变面？上帝直接质问该阮啊！其实这是现代智商真要紧的技巧，就是直接对对方讲伊内面的感受甲情绪。上帝看出该阮受气，所以伊就直接讲：我看出你的受气。上帝并无责备该阮讲你献祭的顶头你献了毋对，毋是哦。所以伊是直接责备这个献祭人的心态。当上帝接纳阿伯献祭，该阮受气，这叫做第一名的负担甲重大。什么会叫做第一名？就是我是大囝呢，我第一名呢，我拢考第一名呢。我拢考第一名的。当人上过头将焦点放伫家己应该得到，掠做家己应该是第一名，家己是大囝，就要受责啦。这款的荣耀，就会放袂记这考试的意义。考试考出来的分数，毋是要互你占第一名迄个名，毋是。考试考出来迄个分数，是要互家己知影我学着偌济。所以第一名无第一名倒有要紧，对一寡人来讲最要紧的哦。总是做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囝儿，毋通过头第一名，因为这个世间，咱来知影，咱无可能第一名。就是伫一间学校读第一名，你爱知影你去另外一个更较厉害的所在，你嘛无可能第一名，永远第一名。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若互迄个第一名，迄个思想一直放伫咱的心上，讲我是大囝，我就应该得到的。那安尼，咱就互这个迷失咱的心思意念。这就亲像人的献祭甲敬拜。人的献祭甲敬拜无需要比较，就亲像咱今仔日早起，其实一开始敬拜团带咱的这个敬拜，其实甲平常时台语的礼拜无啥共款。我相信咱中间点菜哪有真侪人无啥关系，总是啥物会较好，请毋通比较。人的献祭、人的礼拜，无需要比较，因为咱的敬拜咱的礼拜甲献祭，是要互咱调整家己的心态，对准上帝尔。咱的敬拜是要互咱家己知影，我是上帝的囝儿，我爱行伫上帝爱我行的迄条路安尼尔。那安尼第一名
倒要紧，是毋是第一名倒要紧，并无要紧。什么款的路，拢有可能互咱会当清楚去听到上帝伫咱中间生命内底的呼召。所以，上帝若较意爱别人所献的，咱应该为伊欢喜才对。上帝他意爱别人所献的，咱就应该为伊欢喜。我认为该阮的献祭，伊是尽义务，总是阿伯的献祭，伊是自愿。所以我认为这拄拄好是因两人献祭上大互上帝接纳上大的差别。创世纪第4章第7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若行为正直，兼毋是会得到接纳；若无，罪伫门口等等你，伊要控制你，你就甲伊制服。上帝直接质问该阮，然后提供伊一个机会。你通改变的哦，只要调整家己的眼光。抬头向上帝吧，抬头向上帝吧。若抬头向上帝，你会做到正直的代志，就会得到接纳。总是若调工要对抗上帝，你就会互罪，互家己囥伫罪面头前。罪跟那邪灵共款，这是这个迄个时代的描述方法。罪跟那邪灵共款，会等伫你的门下口，你无行出门前，伊跟那袂填来。总是你若行出去，伊就会填来，伫你的心上来发作。实际上。这个写法其实甲创世纪第3章16节的写法同款，伊咧对咱讲罪，毋望要控制人，总是人会使，嘛会使抵得罪的引诱，总是真可惜，该阮无听见上帝这款的警告，所以咱读到创世纪第4章第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该阮对伊的小弟阿伯讲：“咱来去野地。伫野地时，该阮攻击伊的小弟，甲伊杀死。该阮上尾也是我都制服罪，颠倒互罪控制。伊的自尊受损，满腹怨妒。然后呢，确实伊行出门。”就打弟弟骗去残忍，将受气、伊的怨妒，就规个拢发泄伫伊的兄弟身躯顶头。伊犯历史顶头第一件的凶杀案，所以咱来知影，咱若做毋对了，迄个问就是问话会直接来。你当咱做毋对了后，咱免去别人，上帝就会来问你啊！上帝就会来问咱啊！创世纪第4章第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对该阮讲：“你的小弟阿伯伫倒位？”伊讲：“我毋知，我兼是伫固守我的小弟的人嘛。”上主问该阮。直接来问，并毋是伊毋知影阿伯去倒位，伊想要互该阮亲嘴来承认家己的罪，听有意思吼？上帝绝对毋是毋知影哦，上帝知，总是伊问阿伯的，伊问该阮的意思是，伊毋望会当对该阮身躯顶头，互伊家己来承认家己的罪。真特别的是，咱伫遮读到第一遍，人
的献祭，这叫第一遍的宗教仪式。然后，咱也伫遮读到第一遍兄弟的竞争。上时，咱搁伫遮读到第一遍第一件的凶杀案。即三个第一遍，既然伫遮亲像麻花共款安尼光做伙、加做伙，换一句话来讲，假使咱若通敏感来意识到，这拄拄好是上帝咧对咱讲，人若对宗教信仰有强化的理念、僵化的理念，人若有迄款真硬唔肯改变的理念，有可能做会因为安尼进入咱的心，引起人的竞争甲怨恨，甚至上尾会演变到互相杀害。伫人类的历史顶头，这个事件一直在出现。远的有十字军的出征，欧洲的宗教法庭。今日咱通知影有中东伊斯兰国因针对基督徒的怨仇甲杀害。随上更较近的，咱嘛会当讲台湾。台湾伫几当前，基督教教会针对同性恋的团体，迄款的互相对立，这拢是因为啥物货？因为咱有生目睭，总是看无家己的兄弟姊妹。我讲一遍哦。咱虽然时常有生目睭，咱拢有生目睭，总是咱看无家己的兄弟姊妹。甚至咱会讲，我毋知啦，迄个固守我的兄弟姊妹的责任，毋是我。咱来知影，今仔日中东地区混乱的局势，拄拄好是以撒甲以实玛利这对兄弟的后代。因虽然过去是兄弟，总是现在彼此看对方哪冤仇咧，无杀死对方袂使。这拢是咧讲过去圣经所写的。到现在，咱真实来看伫眼前的。约翰这位长老是安尼讲，约翰一书第3章12节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咱毋通亲像该阮，以属邪恶的，有杀死家己的小弟，伊哪会杀死小弟？因为伊的行为邪恶。毋过，小弟的行为正直。顶世纪真出名的神学家保罗·天利克，伊捌讲过一篇道理，这篇道理名叫做“咱心内的该稳”。伊伫这个讲道内底捌安尼讲，伊讲阿伯。是代表遐个伫人生内底吃亏的人，对阿伯来讲，就亲像伊的名，伊搁若亲像一口气。伫圣经内底，伊出现真短的篇幅，然后真紧就互人杀死，互伊的兄弟杀死，总是并无代表伊的性命无价值。颠倒是该稳，邪恶进入伊的心。致到伊心内怨恨、怨妒，甚至后来演变成做凶杀的事件，成做无法度挽回的局势。创世纪第4章第10节，刷落去上帝来定罪。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讲：你哪会做这款代志？恁小弟的血。对第二，对我哀叫，
阿伯的火，咱来知影人的火流出来是无声的，总是这个无声的哀叫，上帝拢听见。换一句话来讲，亲爱兄弟姊妹，咱所做，透有法度得过上帝的耳孔甲目睭咧。创世纪第4章11节到12节，这就是上帝对该隐的判决。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杀死恁小弟，地开喙接受伊的话。当你要对土地受咒诅，你正做袂当得到修成。你要伫地上流离失所。咱来知影土地伫创世纪第3章的所在，上帝就甲伊咒诅。然后对希伯来文原文的理解，上帝只是对该隐的判决，是你要比迄个受咒诅的土地搁较受咒诅，听有意思吼？你要比迄个已经受咒诅的土地搁较受咒诅，土地无搁为你效力。换一句话来讲，你做事嘛无路用。伊本来的工课叫做做事的。结果，伊即时做事嘛无路用，那安尼，伊只会当安怎？伊只会当四界捡迄个果子来换落来。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该隐的命运对这个时阵，就是不断的搬散甲漂流，伊成做流浪汉。创世纪第4章13节到14节。落去，该隐上诉上帝。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该隐对上主讲：“我的刑罚上重，我担当袂起。你今仔日赶我离开这个地，袂当搁见你的面。我四界漂流，拄着我的会甲我害死。该隐不止成做流浪汉，伊嘛真做通缉犯。咱来知影什么会叫受咒诅？我顶礼拜的讲道内底有讲到，对上帝来讲，上帝的囝儿来讲，祝福就是伫上帝的保护内底，咒诅咧，就是无伫上帝的保护内底，无伫上帝的面前。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上帝被赶离上帝的面，离开上帝的保护，这就是伊的咒诅。所以该隐上主来上诉，你判我的罪上重啦！我离开你的保护，所有的人拢知影我是杀人犯。咱来知影古早有一个例，就是杀人的人拢通刣伊，听有意思吼？古早自古以来，其实有这款的讲法，刣人的人必然刣伊。这伫台湾、伫中东地区同款的情形。创世纪第4章15节到16节，上帝才会安尼应该隐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对伊讲：既然安尼，刣死该隐的会受7倍的报应。上主就甲该隐做一个记号，才免拄着伊的人甲伊刣死。该隐就离开上主，去住伫埃甸的东边拿得的地区。就亲像亚当甲夏娃被赶出埃甸的时阵，上帝怜悯因，搁为因做衣衫，互因穿。这时上帝嘛怜悯该隐，该隐无互人判死刑，上帝搁互伊一个记号。虽然伊刷来这世人爱漂流，阿伯迄个叫上帝的话，嘛会一直困扰伊，总是至少上帝的记号甲伊做伙伫地。保罗天尼克伫伊的讲道的内底
用该稳伊的角度来讲家己刷落来人生。伊是安尼讲，伊讲，当我的世界失去天白了后，就成做归结的异乡。我不断逃走，每一丛树，每一个笔，拢成做我的威胁。我试用挂伫我的车内底的符仔来赶逐遐个奇怪的代志。我去找找星象家来问因讲，怎样来闪避祸端求福气。我去求圣马仙呢来卜卦，求好时好日，求互我莫有凶恶入伫好的所在。这就叫做努力下地的生活，因为我已经失去永远的家迄款的保护。该阮伊所拄着的代志，敢若亲像现代人的生活，除去咱有机会去拄着上帝的怜悯，经历伊的赦免。法国的作家雨果，伫伊出名的小说。这个小说伫台湾有翻译做两个名，第一名叫做《孤星泪》，第二个名古早的名，后来翻译做《悲惨世界》、《悲惨世界》。迄个主角内底的主角男主角叫做上万象，伊偷一条面包，互人判刑19冬。虽然伊已经形成过去的罪，总是迄个罪由原一直约伊，无放伊煞。当主角好心收留伊，伫暗顿做伙食饭的时阵，伊去无度抵抗迄个罪引诱，迄个捧起来暗顿，伊无看遐个好食物。伊只有看捧起来这个银的器皿是偌尼高贵，伊只有专心看着遐个。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半暝伊就挡袂牢，将遐个银器规个包袱啊宽宽的，就半暝就逃走去啊。过一天，伊互警察抓着。掠转来到主角的房间内底，迄个伊所住的所在的时阵，主角看到上万象，就来讲：“嗨，你来啊！”伊对上万象安尼叫讲：“啊，你昨暗时走了伤匆忙啊！遮阁有一寡银所做的迄个烛台吼，遮阁有。”你袂记即早走，上晚上都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伊阁接到即两个银做的烛台，然后主角挖滚伊对伊讲：“你毋通袂记一咯，你永远毋通袂记一。你有答应我，要用即笔钱做一个诚实的人。”上晚上。无袂记即，伊家己有答应过，总是伊讲袂出嘴。主角煞落去安尼讲：“上晚上，你是我的兄弟，你无阁属伫歹，已经属伫好。我已经买你的灵魂，我要对黑暗的思想甲恶灵中间将伊来拔出来，交互上帝啊！”亲爱的兄弟姊妹。咱应该亲像这个主角同款，安尼来宣告，互咱生命中遐个咱所认出来的兄弟姊妹，无阁属伫罪恶，是属伫上帝。那安尼，就需要用真实的听，互相来赦免。就亲像约翰这位长老提醒咱讲的，约翰一书第3章16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基督
为着咱牺牲性命，对安尼，咱知什么是疼，安尼，咱嘛爱为着兄弟也是姊妹牺牲性命。当咱清楚知耶稣基督为咱放杀性命，这款的疼，一定会互咱认出咱所目睭中的兄弟姊妹，然后愿上帝的疼，甲咱做伙伫地，互咱伫咱的兄弟姊妹身躯顶头看见咱的责任。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互阮有上帝你特别的疼，甲阮做伙伫地。主怜悯阮，因为阮确实伫阮所伫地的社会，伫阮所伫地的社群内底，阮彼此确实有竞争。总是假使阮也只有看见竞争，却袂记得原来因也是你所创造的兄弟姊妹的时阵，阮就袂记得你为阮来死这款的疼。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知你甲阮做伙伫地，帮助阮认出，就伫阮的身躯边顶头，阮就你所赏赐，爱阮去疼，为伊放杀性命的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来回应神。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聆听好听你的声。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目睭，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互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看我，你永远袂放杀我，愿我一生互你的旨意伫这。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阮相信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永远袂放离阮，总是求上帝帮助阮。互阮嘛无放离你牵阮的手，帮助阮，互阮知你吩咐阮爱去听的任务甲责任。求上帝帮助扶持，互阮有听的责任的兄弟姊妹，真正也通得到上帝你完全的祝福甲怜悯。求上帝帮助扶持，引带，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聆听好听你的声，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目睭，我心所听，放了家己，
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的眼袂放散我，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的眼袂放散我，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的眼袂放散我，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奉献，这是咱的奉献，请陈柏言执事、邓亚忠执事来述献。请起立来念奉献诗。咱三家头来祈祷。我们父神，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的面前，来一起来敬拜你。求你用你的福音来浇灌我们，让我们每个人享受你的圣灵。我们献上我们微薄的金钱，求主保守我们，让这些金钱能够用在你的圣工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报告，未报告大声，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根据你周报的上尾页、上尾段，我读一遍，请会众读两遍。基督为着咱的
咱牺牲性命，对安尼，咱知什么是疼。安尼，咱嘛要为着兄弟，也是姊妹牺牲性命。约翰一书3章16节，请。牺牲性命，对咱安尼，咱知什么是疼。安尼，咱嘛爱为着兄弟，也是姊妹牺牲性命。基督为着咱牺牲性命，对安尼，咱嘛爱为着兄弟，也是姊妹牺牲性命。约翰一书3章16节。报告，请掀开周报的第1页。顶周出席甲奉献明细，咱家己来看。若有顶答的，请向办公室来更正。周间集会，咱家己来看。主日学集会教育部的课程，请咱家己来看。掀开第3页，消息报告。本主日为应小组邀活礼拜2场合并，于上午9点半举行。中昼无提供爱餐。下主日10月7日临时好会中职选举，即天礼拜2场合并，时间2个9点半。请兄弟为中职候选人代祷，做伙选出合上帝心意，愿衷心服侍新任的中职。请在职的会友踊跃出席。长老候选人王浩杰、黄文光、赖建成；技术候选人柯明伟、傅其芳、陈怡亨、赖建成、陈世云、蔡乃平、蔡以如。10月份中职会伫个10月7日临时好会结束了后召开，请部员将报告交你办公室回正。教会消息：教育部奖学金审查委员会公告，即马开始接受111年学年度第2期奖学金申请。10月7日中昼12点查止。桃园教会138周年甲福音主日，伫咧2023年11月5礼拜日，桃园教会4楼礼拜堂9点半到11点，咱有邀请亚东剧团演出，请注意这个时间来参与。欢迎大家邀请亲朋好友来参与。咱就部有夹一个宣传单，咱家己来看。这个宣传单的后面，咱写咱邀请的名、电话、甲地址，甲交互办公室。11月份受洗班开课。有要受洗兄弟，请对办公室来报名。2023年10月到12月，新安宫读本永恒不变的爱，咱欢迎会友到办公室来领取。鼓励兄弟接受传福音的训练，时间。你10月份对怀疑甲相信的培养中心，这是视讯的课程，
以下详细咱家己来看，欢迎来参与。八大女宣导灵修会，这11月初6吼，你要花莲，咱家己来看。请咱嘛要报名来，请潘桂娥会长报名。以上，请牧师介绍补充。我来补充几项代志吼。头一项就是咱周报内底有业一张，即个咱的福音主日的宣传。这个宣传其实就是要爱互咱知影讲，对这个时阵开始，咱大概要对这个时阵开始宣传。像是咱这个宣传单吼，咱爱注意到，当时迄个11月5号早起时，咱对9点半开始，会到11点半，咱有亚东剧团要来演出这个剧，然后11点半到1点，咱会做伙食饭。上时阁有另外一个下晡延伸的活动，就是咱毋茫讲伫即栋大楼内底，咱会当有一寡趣味闯关的游戏，互咱伫这个所在会当拍破咱平常时的限制。就是讲，不管是咱通常拢上年也好啊吼，也是少年也好，主日学也好，阮毋茫迄个下晡是拍破咱平常时所接触的。然后会当做伙来佚佗，所以然后毋是迄个走啊真厉害迄种吼，就是只是一个游戏趣味游戏的闯关，就伫咱即栋大楼内底，所以坐电梯就会到。所以要邀请咱到时阵要报名，特别是迄个下晡趣味闯关游戏的时阵，要报名的时阵吼，请咱踊跃来参加，因为食饭煞吼，第当留下来，一直到2点半就会结束。吼，迄天是安尼，咱透过安尼，咱有一个福音主日，像是咱也通全教会有一个欢喜，互相更较熟悉，互相认捌的这个过程。这是迄天大概所有行程甲活动。然后即张的后壁有一个新朋友的邀请名单。换一句话来讲，咱若摕到即张宣传单，就有一个责任，就是咱会当开始为着检测迄天，我会当邀请什么人来做伙看戏，然后做伙来耍游戏，做伙伫遮食饭。咱这个时阵就会当开始来想，检测是咱厝内底真少来到教会的这个囡仔是谁？检测嘛是会使是咱厝边的好朋友，平常就是有咧来往的好朋友，咱会当请咱写落去了后，写伫这个后壁了后，咱就开始为伊祈祷。然后写了后，请咱会当交转来咱的办公室，因为咱的办公室会制作迄个邀请函加敲电话吼，就是讲咱到时阵会征求伊的咱的同意啊吼，就是讲咱也方便，咱会敲电话来邀请，会当寄邀请函来欢迎伊来咱中间参加这个活动。听我意思啊吼，所以要请咱若看了后。就开始会当开始想看，我会当招什么人来，然后就将伊的名就写伫这个后壁吼，顶头1、2、3、4、5，至少咱会当邀请5个人啦，吼。若你感觉你要邀请的人超过5个人，不要紧啊，无问题，摕第2张继续写啦，吼，无问题。请咱会当来开始，即时开始就会当开始来想，因为咱即摆已经9月底啊。所以这是11月第1礼拜哦，11月第1礼拜，然后咱会伫10月底迄礼拜，我会邀请咱也有写新朋友的邀请名单的兄弟姊妹，到时阵请咱留落来吼，就是礼拜3咱会留落来，我会简单做一个训练吼，就是讲请咱邀请伊来，咱陪伴伊。看戏啦吼，假使伊啦对福音有一点进一步的兴趣，咱除去邀请伊进入咱的团契甲小组以外，咱嘛会当有简单的陪谈，所以会有一点陪谈的训练，毋是真严肃啦吼，嘛免陪啦吼，就是简单的陪谈训练安尼尔吼，所以要邀请咱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生日，我讲
教会生日上好的方式，就是传福音嘛。啊，咱要安怎将福音传出去？上简单，咱为咱所身躯边的兄弟姊妹来祈祷，然后邀请伊来，安尼尔，吼，邀请伊来。啊，这头一项，第二项，请咱为着教会来祈祷，因为后礼拜那共款哦，后礼拜咱那9点半才进行礼拜嘛一场尔，台语的礼拜。不过会亲像今仔日共款，就是我会印迄个华语的讲道片，就印伫外口。咱若入来，我要请所有的人拢会当做伙来参与礼拜，特别是讲道的时阵，因为讲道的时间可能较长，所以会请咱大家我后礼拜嘛共款会印讲道片，华语的讲道片伫外口，所以咱若有需要，请咱家己来摕就好吼。啊，若无够无摕着，请随时咱的招待人员来反映，伊会帮咱过去找干事来印。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后礼拜咱透过中级的改选，其实是要选举出刷落来，伫咱的教会内底，特别是明年度伫咱的小会内底，伫咱的中级会内底来引带咱做伙头前迈进的属灵的领袖。所以，当咱咧选举的时阵，上时嘛咧为着教会来祈祷，听我意思吼。所以，请咱爱为着教会祈祷，然后咱是透过这个选举的过程，咱的教会会当一直头前来迈进。所以，选举就是为教会来祈祷，不管有选调无选调，拢不要紧。所以我嘛。毋茫讲，迄个明年1月份有一个总统大选，咱去投票，就是为了台湾来祈祷。听有意思吼？基督徒啦吼，这当然是基督徒。基督徒的心就是安尼吼。咱投票其实就是为着教会，也是为着台湾来祈祷。不管咱选的人有调无调，不要紧。当然有可能那有要紧啦吼，总是不要紧吼，就是讲，因为迄毋是咱决定的，迄是众人的意志。咱求上帝帮咱扶持，互众人的意志，成做上帝欢喜的罪，是安尼哦吼。咱是求上帝会当感染，像是成做互众人的意志，成做上帝欢喜的罪。这就是伫教会内底选举，也是上帝百姓要参与外口总统选举，嘛是安尼。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所伫地的教会，互咱所伫地的台湾，拢通得到上帝完全的祝福。特别为着这中的候选人，这次的候选人来祈祷吼，为着因来祈祷，愿上帝帮咱，互咱的教会会当伫伊的心意内底。上营第392首。阿罗上帝万福本源，会场起立，吟全首，吟诗线，请牧师作导。阿罗上帝万福本源，地主万民在下称赞，天顶星赛颂赞万世。阿罗贝加圣是上帝。阿门。当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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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电两角袂倒。这个双人团契，本来礼拜三